高雄一对细路的翁仔某9月15伫厝内，互楼下厝边刣死，2个细汉囡仔嘛伫厝。目前囡仔是阿公阿嬷在照顾。阿公阿嬷是讲，2个囡仔失去爸母，佮看到命案的现场，互人真感冒。社会局嘛表示讲，会继续派心理师帮囡仔治伤。那天下伤心的囡仔看到2个大人倒伫四角裤仔内底，思念过往爸母的心情，2个兄弟透过画图展露，互人真毋甘。高雄罗西翁仔某15号厝边公男刣死，留2个看到经过的囡仔，目前交予阿公阿嬷照顾因，对爸爸妈妈非常的思念。他们基本上还在回避，白天晚上都一样，有人打开门，他们就赶快看着我，觉得说门外来的就会是危险的。我们用安全枪，他们竟然会讲说那个好像是血，然后那个老二呢，梦不作声。摕到伤心厝，家属一直哭，但由完整做起来，小心守护2个囡仔。因为囡仔目前阁会互开门顶声音惊到，继续接受心理咨商当中。专家嘛表示，这个阶段家属的陪伴对囡仔来讲非常的重要。就小朋友他可能会出现各式各样的情绪，有可能会做噩梦或是什么，这个都是在目前事情发生的近期内，他会产出来的。所以当然我们就是比较多的陪伴。囡仔的处境互人同情，各界纷纷指定捐钱到市府社会救助金专户。社会局表示，这寡钱会用伫伤重囡仔的治伤顶悬。这个家庭所需要的心理咨商的费用。丧葬的费用，还有包含法律咨询、法律的一些补助等等。那至于孩子的教育基金的部分，是有慈善团体他们会来捐助到孩子到大学毕业。社会局表示，专业的心理师已经替囡仔做过2摆的心理咨商，会继续安排咨商协助囡仔度过这个难关。记者陈焕富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